那我现在要来讲的呢，就是宁波话数数。那么首先，我们把1到10来看一下宁波话是怎么说的。首先，一的话，宁波话跟普通话其实发音是差不多，但是宁波话这个发音会相对急促一点，是发成耶耶耶。那么二呢，在宁波话里有两种说法，一个是泥，就是上面这个，下面一个是梁。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？就是泥呢，它一般是用作是序数词，就是一般是第几第几，就是类似于英语里 first、second，这样的是用泥。那梁呢，就是可以做基数词，就是说有几个东西问你一下，你就可以说有两个，就是梁子。我再来发一下，二就是泥泥泥，两就是梁梁梁。那么三呢，也跟普通话差不多，但还是有点点区别。三是塞塞塞，四也跟普通话差不多，四就是四四四。而五呢，有点类似一个鼻音，就是不需要把没有 W 那个发音，就是嗯嗯嗯。六呢是 lo lo lo。七发的是切切切。那八发的是吧吧吧。九发的是居居居。那十发的是嗦嗦嗦。好的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关注一下，我们可以扫码加入我们的语言社群，或者是关注一下旁边两个公众号。那谢谢大家，再会。